神龍爺爺，我返嚟啦！我想學多啲有關中醫藥嘅新知識啊！你返嚟啦！我哋開始今日記中醫藥知識小課堂啦。神夢爺爺，你都會攰㗎，你唔係最識養生咩？醫人易醫自己難，年紀大咗肩頸都會緊咗。爺爺，我教你按風池穴，按完就鬆咯。哦，你都識呢個穴位，幾叻啊！輕輕按，慢慢游，每次按10秒，停3秒，重複3次。好，你按嘅位置幾啱，確實鬆落好多。爺爺，我仲帶咗食材，配埋穴位按摩更養生。哦，你識搭配食料，睇下你有咩好主意。枸杞補肝明目，銀耳潤肺，蓮子安神，長輩食最適合。講得好，呢啲食材溫和，最啱長輩日常調理。仁耳蓮子枸杞湯好易整㗎，洗乾淨，加水煮20分鐘，唔使放太多糖。正確，少糖清淡才符合長輩養生之道。神龍爺爺試下，清甜又潤好。香啊！呢個搭配好適合日常食用。神龍爺爺，以後每日都可以咁樣輕養生。記得啦，呢種簡便養生最啱長輩，爺爺以後都堅持。